山小碎裂。出门要戴好口罩哦。大家好，我是 Mandy， 我是 Kyrie。我上次去旗津的时候，应该是我高中的毕业旅行，我们同个高，但是我们不同届，所以没有一起去过。我们现在在西螺休息区，好像很多好吃的，而且我现在肚子好饿，因为早上还没有吃早餐。我们先去吃一点。我们先去吃一点，然后留着肚子再去旗津吃。传说中听说有一间很好吃的地瓜的什么饼，地瓜饼应该是圆圆的，好像。身为地瓜爱好者，一定要去吃看看。好，那就等我们带你们去旗津吧。Go！ 我们现在在前往旗津的路上，超多货柜的哎，好酷哦！我小时候都想开这种，我觉得开这种很酷。前往旗津喽，好饿哦！渔港北山路、中心路直接冲过一个隧道，好紧张哦！是不是我妈说的那个海底隧道？嗨，好可爱的车头，红色的，帅哦帅哦！现在肚子很饿，因为我们早上都没什么吃东西，只有刚刚经过西螺休息区的时候吃到旗鱼黑轮，东港鱼香的，然后还用旗鱼酱。对，这超好吃的，就一点点而已，又要留肚子来旗津吃东西。哇，这里都是货柜屋哎，高雄旗，好紧张哦。海底隧道吗？我们头上就是海哎。高雄港过港隧道，好酷哦！那什么样的体验啊？我头上是海吗？你可以用 Google， 现在知道，等下就从这里过港喽。好了，到海。我们在海底下，好酷哦！好神奇哦！以前小时候是不是没有这个？这后来才有的，好酷哦！嗨，旗津，我们到旗津喽！高雄港哦，都是货柜这样被架起来。旗津渔港，这就是旗津喽。到喽，到旗津的街上喽，好多那个摊子的店哦，现在还算人没有以前那么多。对，以前是爆满。我们先来吃人家推荐的那个碰饼，买个碰饼我们就可以去吃海鲜。古早味海鲜饭，好酷哦！花海鲜。在右手边。收完。你收完？有我一样。我去问一下，我去问一下。没有了吗？有订吗？没有哎。有2颗。还有2颗。还有2颗。跟我还有2颗，我刚刚收完，我以为卖完了。对，是卖完了，因为我会多留2颗，人家订的怕有时候炸会裂掉。哦，听说很好吃，就是2颗，那我们要不要买2颗？对啊，买2颗啊。那就买2颗哦。这1颗13元，2颗25。所以刚好有人家来拿走了，然后我就可以卖。好，谢谢，要小心烫哦。好，这很烫哦，我摸起来就很烫，里面应该会更烫。谢谢。它这有酱子跟面子。好，谢谢。里面有包东西吗？有烧糖跟花生粉。哦，所以会比较烫，对不对？先打电话来预约。你们开到几点？开到卖完。因为今天就比较早，因为今天大家都买1板2板。哦，一下就卖完了。一下就卖完了。不然的话，有时候一样的东西会卖到6点。哦，不一定。对。要吃打电话来订。现在才4点20，已经卖完我这最后2颗。没有，是原本就没了。哦，我们从苗栗一路奔到这里，就为了这一间。因为最近也是因为有刚好带家长去看医生，所以今天也是这个礼拜第1天。哦，今天是这礼拜第1天营业吗？哦，真的假的？运气真的超好的。所以昨天没营业，还好我们今天来。还好我们今天来。运气超好的，真的运气超好。听说很好吃，然后刚好2颗，等下吃给你们看。来这样看哦。但还很烫哎，你们看一下，看起来就很厉害哦。这是刚刚凯瑞咬一口的，这里面看起来就很好吃。你要小口一点。小口，哎，好像哦，哦，它很像那个比较大颗的地瓜球，它没有那么甜，我觉得我很适合吃。它里面 Q Q 的，然后很香哎。这整个番薯味道很香。哦，好，有卖就可以先订这个电话。这手工东西数量有限，然后老板娘说要先打电话订购，而且它1
一颗才13块耶，13块太佛心了吧？2颗25块。它这个一个的大小大概手掌里面这么大，差不多哎。差不多哎。怎么样？酥酥脆脆的。我知道那 QQ 的了，好好吃哦，不会很甜，因为吃地瓜怕吃到很甜的那种，它不会哦，里面好像有吃到一点点甜甜的。2砂糖。对，2砂糖跟花生小碎粒，而且2砂的口感吃起来会很腻的那种甜。我跟你们说，我真的吃过超多地方的地瓜球，超喜欢地瓜，这个真的很好吃。还有番薯地瓜。对，就是地瓜，痛扫。它是素食可以吃的，里面有看到这个很小颗，一点点碎碎的，这个就是花生小碎粒耶。它把它磨得很碎在里面，所以你不会吃到那种太有颗粒感，它不会抢走这个地瓜原本的口感。这是在地人推荐给我的，觉得是隐藏版的小吃，但是一下就卖光那种隐藏版小吃。哦，好吃。下一站喽，下一站要去吃海鲜喽。下一站 Go。这个就是那个，嗨，我们现在在骑进一个很酷的地方，这是中州轮渡站。你敢坐这个船？我敢啊。我也敢耶，船我敢。后面更酷，我要去后面了。哦，这是航班，这要去前镇的。对啊。这好酷！这还是什么地方？可爱哦，太可了，我要开去前镇了。嗨，我们现在在海滨海产的门口。好可爱的店哦，它很像日本的那种海产店。看到在地人推荐，听说很厉害哦。那我们要先进去哦。龙虾、想得到海鲜这边都有，真的超新鲜。你看这个，这个是龙虾。这个是什么？不知道。它里面是厨房，都看得到，好干净哦。它可以一只虾，然后做成可以料理。那你要做两吃，用粥，然后跟沙拉。沙拉还是蒜牛？好啊。好啊，那我们要龙虾。哇，在这里，你看到吗？新鲜的龙虾哦。不要抓看看啦。我不敢抓，我不敢抓，你要抓吗？这怎么抓？哎，不来。OK。OK，好。啊，这边。这边。哦。生鱼片来了。这一块是尾鱼哦。它的色泽很粉红，很扎实。很扎实，然后很好吃。很好吃。鲑鱼，它的色泽超鲜嫩，怎么样？这真的很厉害。这个真的是目前吃过最好吃的鲑鱼生鱼片。很甜很夸张好吃，它超甜，它的新鲜度超扯，超新鲜的那种。爱吃龙虾。看起来就超新鲜的。我们要吃龙虾喽。但你被花挡住了。超新鲜的。快拿出来了。如果今天不沾酱，它也不会有任何腥味那种。是因为新鲜就很扎实嘛。它真的美乃滋很好吃哎。对啊，我就很喜欢吃龙虾蘸那个美乃滋，就是比什么波士顿龙虾、什么龙虾都好吃，超好吃。沙肉。龙虾尾巴肉哎，好猛。感觉就很 Q 弹。那这给你。太幸福了。生鱼片吃完。平常时候吃那个请客都抢不到的，我现在吃一整盘。他怎么介绍这一锅粥？怎么叫这一锅粥？还有别的海鲜呢，这个是鱼卵、鱼肉，还有蛤蜊、海瓜子，还有这个，它不是只有龙虾，还有加别的海鲜。这太夸张，这太划算了，就是吃不完可以打包回去那种。就是所有的海味精华在那边，粥的那个米粒是属于那种一颗一颗的，像那种南部咸粥的那种感觉。那不要浪费。这不要浪费了。龙虾粥里面的虾饺，弄出来的肉，它的这个口感跟龙虾很不一样，有一点滑滑乎乎的。而且它里面海鲜粥里面的那个，这个是小卷吧，这么大颗，它几乎是放将近半只或一整只进去，我们已经快吃饱了。而且粥小朋友可能不适合吃。对，小朋友跟长辈我觉得不适合，吃的时候还是要小心，因为它里面比较多水的水分。那我觉得粥的话，就是看个人的需求，如果不熬粥的话，就龙虾单吃一口，就不用再加价。那我们想说，就是看看别的味道。但没想到这么大奇经美食之旅就到这里喽。
够。嗯？为什么是这样？没有照到这里哦。要翻过去啊，翻过去。来，我们就搭。